环看世界，要来讲疫情过去了。日本欢迎海外旅客到日本来游览，再加上日本钱变薄，观光客是大量来回流。结果日本有真侪城市大饭店的费用已经超过疫情爆发前的水准。其中这个京都起上悬，达到88%。即摆伫个京都住一暝，爱人员7万块，相当是台票17000块。 去日本京都赏饭仔歇，若是看到双人房一暝爱17000块的台票，唔通着惊，因为日本真侪都市饭店大房的费用已经超过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准。依照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，甲2019年比较起来，双人房一暝大的费用以京都起上济，为39000块起到超过7万，上了是新台票17000块，起8成8。 当今日的3区平均的房价为39000几起到69000几，起7成7。近这点虽然敢若起43%，也毋过这个房价价钱为67000几，已经起到97000几，是日本目前上贵的所在。台湾市一暝房间价钱已经起到35600几块。 以京都来讲的话，它是像是一个比较古都，所以它其实可以用来盖大饭店的地并不多。像现在日币大贬值嘛，所以其实日本物价上涨也算是合理的哈。日本现在也面临各行各业都缺工的状况，尤其像旅宿业，其实现在在日本也是会缺人。疫情前去日本，其实很多那种中东人去打工了，但现在不去了。 不去了，因为日币贬了嘛，你赚日币没有意义啊。欠卡手嘛是日本的观光业的大问题，不过无希望影响到大房的品质，所以讲干会当缩减，也是提高介绍来应用。大房费用开上济是英国客平均开153423块日票，这排第一名，比疫情前加93%。平均欧美的人客拢会开相对有较济，主要是停留时间有较久。 若无希望房间钱开啊济，那你就量早订，安尼较会好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